小心空隙及留意月台與車廂地面嘅高低。Please mind the gap。請勿靠近車門，請不要靠近車門。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doors。由於牛頭角站發生嚴重事故，本班列車將不停牛頭角。往牛頭角嘅乘客請喺九龍灣站轉乘其他